高雄高岭自然公园伫咧10月初10，今仔日正式对外开放。有安排生态导览的活动，阁有机警队伫咧园区巡逻。不过今仔日开放头一天，就看到园区告示牌互破坏，有人甲禁止带动物牌字拢挂掉。 基警队员穿着色牌制服，骑马伫园区巡逻掠规规。高雄高岭自然公园伫双十节即天正式开放，占地70公顷，保留原地山丘地的景地，吸引济民众来行踏。基警队讲，早起无发现违规，不过记者刷伫园区发现告示牌互用刀破坏，而且破坏部分真具针对性。这一个敢无这样挂，拿刀挂，这嘛有一个挂痕，系啊，挂痕，所以这有人。 有人雕工的用的对。应该是有人想带宠物进来，然后人为把它刮除，在抗议这样。请勿任意破坏公园相关设施，如违反，将依高雄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，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。公园处呼吁破坏公物的行为实在不可取。高岭自然公园开放的头一天，人多车多，不过民众拢也算守规矩。不离高园区实在伤大，各大所在拢生甲真相像。有民众行来行去三步走，建议爱增加路线方向的指示牌。它虽然地上有写1、2、3、4、5什么几个洞，我们哪知道？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没有哪一个洞都不知道。 就是那个标示要清楚，因为我们对那个地图和方向感不是很好。就是来做巡逻，本区巡逻，是说看有迄个民众吼，带迄个狗仔伴、猫仔伴，来遮迄个违规安尼。除了公告的闭种管制规定以外，园区内底插伫高岭的枝仔嘛袂使乌白夹起来耍。市府表示，高岭自然公园有真侪珍贵的鸟类生态，禁止动物牌规定，希望大家会当好好来遵守，共同来保护这个真无简单、才建立起来的美丽环境。记者邝家族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